別墅不一定喺郊外，鎮中心都有你嘅所愛。呢個位置係三墟雅居樂嘅雅湖居最經典嘅一個獨棟別墅。呢套房嘅話咧，佢係 D 型嘅一個大湖獨棟。呢套房佢嘅佔地係450方，總共係2層，前後都有大平台嘅2樓。咁前面嘅話咧，業主係種咗好多果樹，喺結果收成嘅時候咧，隨手一摘就可以食到自己種嘅水果啦。咁呢間房嘅話，目前咧係做到4間房，入邊嘅裝修保養咧就係咁嘅樣啦。攞咗翻嚟嘅話，你仲需要去自己再裝修一下。咁呢個餐廳位望出咧就係呢套房嘅一個湖景啦。1樓目前係冇房間嘅，好多人咧會將呢個位置將佢搭翻個玻璃房，可以做一間房，或者可以到一個茶室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出翻嚟呢個後花園嘅話咧，直接係對住我哋嘅雅湖居嘅湖景，得閒拋兩竿喺呢度嘆翻杯咖啡係特別寫意嘅。2樓房間嘅話咧，再望翻呢個湖景都係特別舒服嘅。鎮中心一個位置，呢度去到我哋嘅雅居樂車站，只需5分鐘步行就可以去到啦。如果近期想買呢種獨棟嘅話咧，可以關注小周，直接帶你過嚟睇現場。